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！嚟緊呢一個明道社嘅講座入邊，我都會好想同大家分享《列王紀》。《列王紀》係一卷好寶貴嘅歷史書，因為入邊記載住嗰班嘅列王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正的事，定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的事嘅一個嘅君王。歷史嘅走向，我哋會發現好多時，我哋係用經濟、軍事、政治，又或者其他嘅角度去到睇歷史。但係《列王紀》嘅作者係用不一樣嘅角度去到睇歷史。嗰個角度就絕對唔係佢嘅軍事嘅成就，又或者經濟嘅富庶，而係來自一個屬靈嘅眼界，就係根據《申命記》入邊嘅神學，看為正嘅事，定係看為惡嘅事，去到面對嗰個君王佢嘅成就。譬如有一個皇帝叫做耶羅波安二世，其實佢執政嘅年間，佢嘅版圖甚至係可以恢復到所羅門執政年間嘅版圖，但係佢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嘅一位嘅皇帝。就算佢嘅成就富庶，又或者佢嘅軍事勢力，甚至佢嘅版圖係可以咁擴大，但係佢仍然都得到非常少篇幅嘅報導，並且都係行耶和華眼中看為惡嘅事嘅皇帝。所以我都願意邀請大家能夠可以透過呢一個嘅講座，一齊去到思考我哋嘅人生，到底係能夠重蹈覆轍，定係我哋有個嘅更新，真係在乎我哋嘅角度同埋思考到底係點樣樣？點樣呢一本嘅書更新我哋嘅生命，改變我哋嘅視野，透過歷史一個有血有肉嘅舞台，上帝點樣介入喺呢個歷史當中，要我哋能夠可以真係唔好重複皇帝佢哋行邪淫、拜偶像、使兒女經火獻給摩洛、觀兆占卜、交鬼行巫術呢啲嘅事情，讓我哋離開呢啲一切嘅不力，專心地去到敬畏耶和華，就好似經文所講，係效法大衛一切所行的，而唔係尼八的兒子耶羅波安所行的嘅一切事。誠意邀請你能夠出席呢一個嘅講座，一同去到探討呢一個列王嘅。